什麼叫我們永不放棄？2025年11月，好多香港人都流下咗眼淚，睇住嗰幾棟燒焦嘅大廈、燻黑嘅外牆，點能夠唔悲從中來？逝者已矣，幸存者要堅持咁走落去，唔容易。好彩各方嘅支援紛紛而至，對災民係一個莫大嘅鼓勵。又願看顧人嘅神賜下平安，他醫好傷心的人，裹好他們的傷處。詩篇147篇3節。永不放棄，停住眼淚，鼓起勇氣，永遠奮鬥，就此沒有盡期。粵語流行曲《永不放棄》，夏韶聲主唱。永不放棄，談何容易呢？但係我哋相信，每一個堅持嘅背後，都一定有一個非常堅實嘅理由。筆者就認識過一位同事，佢係一個重視守時嘅人，認為呢一個係對自己、對別人嘅尊重。於是佢堅持返工唔遲到，足足3年冇遲到過一日，令我非常之佩服。其實所有嘅堅持都係源於每個人嘅價值觀，因為呢個係佢人生意義嘅所在。信守承諾嘅人，點樣艱難都會盡力去兌現自己嘅承諾。唔單止咁，佢仲會教導身邊嘅人要信守承諾，將呢個美好嘅價值觀傳承延續落去。正正因為價值觀係唔會消逝，所以先值得人去堅持，咬緊牙關都要去實現佢心中所重視嘅價值。或者有一日落喺茫茫無盡嘅困境裏邊，睇唔到盡頭，睇唔到出路嘅時候，會對過往所堅持嘅信念萌生放棄嘅念頭。但要知道，有一位創造天地萬物嘅主宰，一直都同你同在。佢愛你，欣賞你，佢就係主耶穌基督。佢為人嘅緣故，亦都係從不放棄。無論人點樣走錯路，佢都決意將人挽回。縱使要被釘上十字架，佢都絕不放棄。聖經話，基督耶穌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。這話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提摩太前書1章15節。因為神愛世人，神從來冇放棄世人，總係以無盡嘅愛去引領人歸回佢嘅懷抱。神係一切美善嘅源頭，接受耶穌基督嘅拯救，可以脫離罪嘅枷鎖，得着耶穌基督嘅救恩，你會揾到人生真正嘅盼望。